難道是我眼花了？那肯定是你眼花了，叶波我好久没见了，啊。不能开门的。你让开！我刚才在里边崩了个屁，特別臭。你讓開！我怕熏着你。喂，哎，我在停車場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馬上過去啊。我還有事兒，下次再聊。啊，你忙。照顧好李歡。我的聯繫方式從來沒有變過，什麼時候想見我，都可以來找我。來來來，嘗嘗我爸做的養生湯。今天晚上呢，3菜1湯，怎麼樣？夠不夠？不夠的話，我再去買。哎，足夠了。其實你不用這麼忙的，我可以做的。不可以，快坐下。你剛出院，快坐好。來，那。謝謝。太熱或是太涼就告訴我。怎麼樣？正好。我一定會竭盡全力的幫你完成。